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古裝神師傅。近年內地興起一啲以破除封建迷信作為主題嘅網紅，甚至一個比一個激進。而今次出事嘅網紅年僅只有24歲，佢個名叫李秀婷。佢係一個擁有超過128萬粉絲嘅知名網紅，曾拍攝過大量極端反迷信嘅影片，例如穿紅色衫、用鐵錘去揼觀音像，引起網絡上廣泛嘅輿論。就喺2026年7月2號發布嘅影片裏面，即係出事之前，以破除迷信作為主題，透露自己嘅出生年月日，並跟住網友提供嘅死亡儀式去詛咒自己。大家睇片。你想死是吧？按照我的方法來，必死，包你見不到第二天的太陽。方法發你了，你要是敢，我讓我全家人都關注你，還見不到第二天的太陽，我真的想笑。要是我見到了怎麼辦？你就看我是如何打破你這封建迷信謠言的。又到這什麼亂港了哈！現在要在那什麼頭旁邊找棵樹，這一整座山都是。從這裡上去吧，就這棵吧，看上去有些年頭了。咱直接開始啊！第一步，準備好我的生辰八字。我真名叫李秀婷，我是農曆2002年2月18出生的，陽曆2002年3月21出生的。第二步，拿這個棺材釘把生辰八字釘在這棵樹上。第三步，拿紅繩製作一個稻香，等下把它點燃。那個網友說啊，等香燃盡就可以等死了，那咱現在等香燃盡吧。半個小時已經過去了，香也燃盡了。啥事沒有啊，寶子們？現在身體倍兒棒啊，還說什麼香燃盡必死，又是墳頭找棵樹啊，點香能給人點死，這不胡扯嗎？這是哪的封建迷信謠言啊？全是唬人的，就是有一些壞人想靠這些獲利瞎編出來的。別聽風就是雨，做任何事情都好啊，都要有自己的判斷。好啦，又是破除封建迷信的一天，還想看我挑戰什麼？評論出來，回家。結果就喺2026年7月15號，喺深夜返屋企嘅途中發生咗嚴重嘅車禍，全身多處重傷，失血性休克。經過近1個月嘅搶救之後，終於喺8月9號宣告不治。我睇過佢嘅八字，雖然冇時辰，但係命犯太歲兼陽印，都會推測得到今年會有血光之災。當我睇到新聞報道李秀婷死訊之後，確實感到無奈同埋唏噓，因為我深信有鬼神嘅存在，所以奉勸大家唔好為咗網絡嘅流量，做出公然挑戰鬼神同埋詛咒嘅題材，去博取公眾嘅眼球。所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